衛斯理082到陰間去。12徹底的絕望。白素沉聲道：那是你宣宣的意思。小國道：所謂關鍵性的問題是什麼？白素揚眉：不知道，我也認為你再努力，也同樣不知道。白素平日十分客氣溫柔，像這次那樣話中不留餘地的情形，堪稱罕見。事後，衛斯理想起了這一點，白素道：我故意如此。他們三人之中，只有黃唐還可以說是職責所在，小國和陳長青只是在呷湊熱鬧。他在這樣說的時候，還壓自有厭惡的神情。衛斯理笑：陳長青好奇心強，那是他的天性。最乖的是小國，竟怎麼也不肯說出他的委託人是誰。認識他那麼多年，從未有過這種事。當時衛斯理這樣說，只是心中略有不快，並沒有想到別的什麼，自然也沒有料到這裏頭大有文章，古怪離奇得緊。當下，小國、陳長青和黃唐三人雖然極不願意，但也無可奈何。同樣的情形，這已是第二次出現了。常言道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陳長青仍然和上次一樣，採取賴皮的方法，而且鼓動小國也和他一樣留在衛斯理家中。他道：油頭粉臉，你乾脆也留下別走，一面喝酒，一面閒談。他們一回來，我們就可以知道結果如何，豈不是好？小國也居然十分認真地考慮了片刻，才道：不行，我得先去辦一些事，然後再來等消息。黃唐皺着眉，在思索是去是留。白素輕碰了衛斯理一下：我們該走了。他們出了門，看到老蔡正在沖洗車子，已把車子洗得很乾淨。衛斯理的奇怪行為，他見得多了，所以也沒有問車上，尤其是車輪部分，那麼多血、碎肉和黑毛是怎麼來的。上了車，直駛皇家大宅。衛斯理始終有些擔心李宣宣的安全。白素看出他的心思，取笑他：你放心，美人的魔力大，沒有男性擋得住。衛斯理立時反駁：錯了，世界上至少有兩個男性可以和他對抗，一個是我，因為有稱心滿意美麗無匹的妻子；一個是早天開，因為他太老了。白素笑如花，不由自主輕靠在衛斯理的肩頭上。他雖然沒有說什麼，但誰都可以看得出，他對自己的丈夫同樣心滿意足。白素道：還是可以放心，李宣宣除了美麗之外，還有別的能力可以保護他自己。衛斯理吸了一口氣，他從陰間來，可是你又說他是人，不是鬼。白素略現出疑惑的神情，現在我也不敢太肯定了，但他不是鬼，還是可以肯定的。衛斯理蟹言：不是鬼，那就是人了，還會是什麼？
白素的回答很妙，就是不知道他會是什麼。車子在皇家大宅門口停下，只見宅中所有的僕人都在鐵門之後，神色慌張，東張西望，一看到了衛斯理和白素，急急推開門，一起圍了上來，七嘴八舌，可是說的都是同一句話，都在等你們。衛斯理驅車直入，等他們下了車，只覺得寂靜無比，在靜寂之中，有一陣一陣清脆的金屬撞擊聲自大廳中傳了出來。兩人一時之間猜不透那是什麼聲音，及至踏進大廳，方始恍然，原來那是早天開手中的金環大刀所發出來的。早天開擺定了馬步，讓着大環金刀，雖然他年逾90，但身形一板高大，一刀在手，更是威風凜凜，刀揚在半空，隨時可以砍下去。他擺出這樣的姿勢來，不知多久了，居然仍不走樣。他不時震動手腕，使刀上的金環發出鏘啷啷的聲響，雙眼圓睜，盯着在他面前坐在沙發上的李宣宣。刀鋒離李宣宣很近，刀上的寒光甚至可以映在李宣宣的俏臉之上。可是李宣宣卻全然把早天開當作不存在，只是悠悠閒閒地喝着茶。一個劍拔弩張，充滿了動感；一個卻靜如止水，靜態無限，形成了一個對比強烈之極的畫面，顯得奇特無比。而黃大同則在另一邊，距離3公尺處的另一張沙發上，他整個人都縮在沙發上，神情驚恐。那裏像是舉世聞名的大國手，簡直就是一頭迷途的小羔羊。魏白二人一進來，早天開手中的大刀震得更緊，在一連串密如連珠的槍啷聲中，李宣宣首先開口，聲如銀鈴，動聽之至。他道：兩位來得正好，開叔把我當作索命的冤鬼，要把我砍成兩半哩。白素接得極快，也笑着：開叔逗你玩的，就算他當年曾做過虧心事，一直怕冤鬼來索命，也不該把賬算在你的身上。白素一開口，居然這樣說，連衛斯理也大感意外。但是一轉念之間，衛斯理也就明白了。衛斯理也曾想到過開叔和王老爺兩人當年得到那許願鏡時，用的手段可能十分不正當，其中多半還涉及人命。現在白素只是肯定了這一點而已。白素的話已令得早天開大肆震動，接着李宣宣的話在他聽來更是如同催命奪博一樣，那麼多年前的事了。當年下手又狠，斬草除根，也難怪一直內愧於心，疑神疑鬼。開叔大叫一聲，面如死灰，一個狼倒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大刀也落到了地上，身子抖得西康一樣，指着李宣宣慘叫：你不是人！李宣宣而言：你說對了，我不是人，
所以你不必怕，我不會有人的惡行。早天開又大叫一聲，身子一坐，坐倒在地，雙手抱住了頭，全身發抖，竟然號啕大哭起來。從他這種情形看來，他當年所做的事真是虧心之極。奇怪的是，李孫孫何以會知道？但是一轉念間，衛斯理已明究竟。李孫孫從陰間來，在陽世做昧心的事，可以掩飾得住；一到了陰間，所作所為還能隱瞞嗎？只怕是早天開的同謀王老爺，早在陰間把一切全供出來了。早天開剛才手執金刀，神威非凡，此際猶如一堆爛泥。李孫孫轉向黃大同，悠悠地哎了一聲，神情極其落寞，聲音之中也大是哀傷。他道：原來西卜拉達真是在你那裏，哎，我真是失望，你竟然。他想數說黃大同的不是，可是由於太失望了，以致難以找得出適當的詞句來。黃大同聲音細啞，叫了起來：我不知道什麼是西卜拉達，我不知道。衛斯理踏前兩步，那就是你皇家的全家之寶許願鏡。你把他弄到那裏去了？本來李孫孫控制了一切，像是他要怎樣就怎樣。這時衛斯理陡然說了那麼一句話，李孫孫不禁大是驚訝，呆了一呆，才由衷地道：衛先生，你真了不起。衛斯理一揚眉，也沒有什麼，略作推理就可以知道了。李孫孫微微一笑，向黃大同道：大同，拿出來吧，那東西不屬於你的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。李孫孫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向衛斯理望來，秀眉微揚，神情挑戰。李孫孫分明是在問衛斯理：你知道那是什麼嗎？衛斯理剛想作一個假設，白素已然道：那東西照我看是一具儀器，有了它，可以很方便從陰間來到陰間去，而不必那麼艱難從地底深處冒出來。剛才衛斯理的話已令得李孫孫大是驚愕，這時他更是不由自主勃然起立，失聲道：素姐，你真了不起，更了不起。白素竟然一字不異，用了衛斯理的話，也沒有什麼，略作推理就可以知道了。衛斯理大咬，終聲哈哈大笑。李孫孫望了衛白兩人半晌，神情欣善：你們真幸福，不像我，一心一意愛丈夫，丈夫卻一直不信任我，懷疑我。黃大同為自己辯護：你不是人。李孫孫嘆了一聲，問衛白二人道：原來像白蛇傳中許仙那樣的男人，真是有的。妻子為他上仙山渡靈芝，救他的命，受盡苦楚，真心真意地愛他，他竟然還嫌妻子不是人。白素毫無異議，站在李孫孫的一面，立時道：什麼樣的人都有。
衛斯理則略有保留，他盯着李宣宣，想問他究竟你是什麼，但一想這句話如果一問出口，一定被他把自己歸入如王大同那樣的男人一類，變成自取其辱了，所以就沒有出聲。李宣宣又同王大同道：把他還給我，你應該知道那是屬於陰間的東西，那漆器是他的容器，你看到過了，還有什麼懷疑？早天開在這時，啞着聲叫了起來：還給他，大同，還給他。王大同戰聲道：我帶到醫務所去了，他在醫務所。衛斯理一聽就鬆了一口氣，要是王大同把寶鏡藏在巨宅中，而他竟然搜尋不出，那自然是一種失敗。那寶鏡根本不在宅中，他自然找不到了。李宣宣道：打電話，請護士立刻送來。王大同手發着抖，拿起了電話，要分好幾次說，才能使護士明白他的意思。李宣宣吸了一口氣，又轉向衛白二人：那些人沒有跟來，很好，要帶你們兩人到陰間去，比較容易。他們要是跟了來，必然也想跟到陰間去，那可是天大的麻煩，我也做不到。公然要把人帶到陰間去，聽來不免駭人，但是衛白二人卻大是高興，也明白了李宣宣所說的關鍵性問題是什麼。他只能帶兩個人到陰間去，自然他可以分幾次帶多些人到陰間去，但他顯然在這一次到陰間去之後，再也不打算離開了。李宣宣向王大同望去，王大同的身子竟自然而然縮了一下。那種自然感到恐懼的身體語言，等於是在說：不，我不要到陰間去。剎那之間，衛斯理也不禁對王大同起了難以形容的反感，而兩人都留意到，在那一剎間，李宣宣的神情變化之大，難以形容。兩人到了之後，李宣宣雖然一直控制着大局，令早天開屈服，也成功地令王大同願意交出許願鏡。可是他的神情並不快樂，而是輕嘆微蹙，眼神幽怨，笑容苦澀。這一切都顯示他的心中愛恨糾纏，難分難捨，可是愁腸百轉，心有千結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彷徨無比。而在那一剎間，在他的俏臉之上所起的變化之多之快，雖是旁觀者，也令衛白二人觸目驚心。只見他又是悲痛，又是憤怒，又是嘆息，又是鄙視，又是委屈，又是可惜，又是難過，豈只是打翻了甜酸苦辣的五味架，簡直是打翻了百味架，無法估計他有多少滋味在心頭。然後那只是一剎那間的事，轉眼之間，他在略噓了一口氣之後，就變得十分平靜，像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，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。衛白二人後來交換當時的感覺，
都說看到了李孫現出了那麼平靜的神情，心頭都是一陣刺痛，因為兩人都看出李孫的那種平靜，是徹底絕望之後的平靜，是心如槁木死灰，再也不寄以任何希望的一種平靜。那自然也是一種平靜，可是導致這種平靜降臨的代價卻可怕無比，過程也痛苦無比。人中若是充滿了無欲無求的喜樂，自然會有這樣的平靜。可是心若是已經碎成千百片，竟也能現出這種平靜的神態來的。李孫的心中本來可能還存有萬一的希望，黃大同會說一句我跟你到陰間去，相信黃大同如果這樣說了，以後的事情必然會有變化。可是黃大同非但不說，而且如此明顯地表示了害怕，極度的害怕。於是李孫也完全明白，兩人之間再無任何情意可言了。一時之間，人人都不出聲，早天開仍然雙手抱着頭，身子在發抖，不住慘叫一聲，給他，給他。黃大同連看也不敢看李孫，在沙發上縮成一團。魏白二人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也不知說什麼才好，反倒是李孫先打破沉默，他笑了一下，聲音也同樣平靜。好笑吧，同床共枕那麼久，世上還有什麼關係比夫妻更親密的？竟然也會是同陌路，當日的山盟海誓，卻明明是口中說出來的啊！別以為李孫在這樣說的時候，語調會傷感，一點也不，他完全不傷感，像是在說一件和他完全不相干的事，那自然也是他已徹底絕望的結果。黃大同低着頭，看來他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打算。衛斯理和白素同時開口，兩人說的話也一樣，你對愛情的憧憬太理想了。李孫道，難道不是這樣？衛白二人同時緩緩搖頭，他們又緊握着手，慶幸他們自己有理想的愛情生活。李孫又不再出聲，一動不動。這一次打破沉寂的是喘着氣奔進來的護士，手中拿着一隻紙袋。他進來之後，也感到了大廳中的氣氛十分奇特，他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才好。李孫已道，給我。護士把紙袋交到了李孫的手上，李孫接了過來之後，道：你回去吧，整理一下，黃醫生很快就可以恢復應診了。護士答應着，又走了出去。李孫伸手自紙袋之中取出了一樣東西來，那東西看起來真像是一面古代的銅鏡，一面極其平滑，隱隱生出一種清深深的光芒，背面凸起，像是一個龜殼。片體是一種深沉的青灰色，也看不出是何種金屬所鑄造的。李孫把那東西在手中掂了掂，卻順手遞給了在身邊的白素，
度，你能料得到西卜拉達的主要用途之一，真了不起！你看看這東西。白素接了過來，衛斯理也忙湊過去看，上手並不沉重，光滑的一面，倒還不怎樣，背後微突如龜殼的那一面，卻奇特之極。原來可以一層層掀開來，每一層都是極薄的金屬片，上面有許多古怪的符號和小孔，有時很疏，有時很密，一共有30多層。衛斯理對這種無以名之的東西見過很多，他知道那是精密之極，功能匪夷所思，結構複雜之極的一種儀器。白素看了一會，交還給李宣宣。李宣宣道：這是陰間一件很重要的儀器，別看它體積不大，可是功能之多，一時之間絕說不明白。真可笑，他在陽世那麼多年，也卻只知道它的一項最微末的功用，是當年到了他逃離陰間的人不懂它有大功能，還是傳下來之後沒有人懂，所以失傳了。他最後2個問題，像是自己在問自己，當然沒有人回答得出。衛斯理疾聲問：這西卜拉達是由誰製造的？李宣宣回答得極快：陰間的締造者。衛斯理心中疑惑之至，那是閻王、地藏王、冥王，還是魔鬼？李宣宣側頭想了一想，可以那麼說，也不應該那麼說，不論是什麼稱呼都一樣，都只是代表一種力量，由這種力量主宰陰間。衛白二人完全可以接受這個說法，確然，用什麼稱呼全一樣，閻王也好，冥王也好，都一樣。總之，那是主宰陰間的力量。白素反問了一句：你們稱這種力量為什麼？李宣宣像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，側着頭想了一會，才道：可以稱為陰間之主。陰間由他締造，由他而生，照他的意志，憑他的力量行事。衛斯理心頭狂跳，等一會你帶我們到陰間去，可以見到這陰間之主。這本來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，可是李宣宣居然像是很難回答，沉吟不語。這時，黃大同的忍受已到了極限，他陡然跳了起來，聲音嘶啞，雙臂揮舞，大聲叫着：走，走，到陰間去！到陰間去！別再留在這裏！去，到陰間去！李宣宣看也不看他，向祖天開道：開叔，請把那叫你剖開的箱子拿下來給我會有幾句美言相贈。黃大同呼叫了一輪之後，又倒坐在沙發上，不住地喘着氣。祖天開神情古怪，走了開去，不一會就提着被剖開的神秘漆器走了下來。李宣宣把手中的西卜拉達向那粒痕一放，天衣無縫。他向祖天開望去，祖天開垂下了頭，無話可說。李宣宣一字一頓：開叔，事情過去了很多年，可是不論什麼事，有因必有果，
有業必有報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坦然受之，也就是了，何必常年戚戚在懷。